而家響珠海有一個輕資產響香港非常之火熱，就係保利達嘅亨達廣場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大灣區房地產達人阿 Ken。點解亨達廣場咁火爆？因為佢滿足到資產避險嘅4個要素。第一，買樓當然係要 location 啦。項目位於珠海市中心嘅繁華片區拱北，同時擁有九洲大道、迎賓大道雙動脈嘅資源嘅交匯。除此之外，3公里內仲有港珠澳大橋、拱北、青茂3大口岸。香港揸車經過港珠澳大橋北上，只係需要3個紅綠燈咧就到啦，仲快過你由屯門出中環啊！第二當然係流量啦，拱北口岸年吞吐量係1億1000萬人次，港珠澳大橋第一季已經750萬人次啦，而青茂口岸仲有南中珠城軌殺到添。周邊匯聚咗75萬嘅常住人口，圓明新園、板張山呢啲網紅打卡熱點，連接待嘅旅客超過1000萬人次。再睇翻九州 CBD， 匯聚咗富華里、九洲道、摩爾廣場等等呢啲熱門商圈，人氣仲旺過尖沙咀啊！項目更加自帶咗近37萬平方尺嘅九洲匯 shopping mall， 以創新嘅 street mall 模式打造，配置咗1200個車位，帶嚟咗更加強勁嘅消費等級。市中心 CBD 地段，口岸商圈嘅人流量加持，跨境客、商務客、旅客3班人馬爭住租啊！而家入場費咧，只係尖沙咀嘅樓價1/10啫，慳翻幾百萬。咁嘅人流量，收租仲唔收到手軟？第三就係信譽有保證。保利達旗下九龍建業48年港資豪宅經驗，東九龍油塘、海傲灣、薄扶林道63號，全部都係香港嘅豪宅標杆，港澳口碑冇得輸。今次仲請嚟咗全球10大建築所 Elders 操刀，靚到連細節控都冇得挑剔。第四，呢度嘅單位咧係識得變魔術嘅，投資又得，自用又得。首推5棟嘅建築面積係由409至420平方尺嘅高定資產，3.9米嘅樓底，空間滿足多重嘅享受。香港嘅納米樓閒閒地都500幾萬，亨達廣場同級嘅單位總價只係1/6，每個空間都有唔錯嘅分區，而且全屋仲係帶精裝修。如果客戶需要，仲可以改成 loft， 亦都可以租俾啲後生仔做 studio。至於租務市場咧，大家更加唔使擔心，因為客源穩定，買家仲可以選擇自己專業嘅酒店託管團隊咧，幫你去到搞掂。星級酒店嘅標準咧，精心打理，安心更加省心。話明係地標級嘅資產，點少得無敵嘅景觀同埋精彩嘅生活？響窗度望出去，北面有板張山嘅森林自然景觀，南面有珠澳嘅繁華城市夜景。樓下九洲匯 Street Mall， 行2步就係九洲道、富華里，買嘢食飯都方便過銅鑼灣啊！平時去圓明新園打卡、中醫藥加養生，呢啲先叫 life work balance。1/10嘅香港樓價鎖定灣區 C 位，自住平靚正，投資雙倍紅利，咁好嘅資產已經好難揾到㗎啦！快啲喺後台聯絡我啦！